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对于莱猪开放进口的9项行政命令和2项议案，日前立法院展开了表决大战，最后顺利闯关成功，确定明年元旦将会开放含来剂的美猪和30月龄以上的美牛进口。在表决战结束后，国民党团立委齐聚议场内，高喊口号，呛声要力拼明年8月28日以公投推翻莱猪政策。公投不实案，拒莱猪，停公投不实案。明年8月28号，用公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一票一票的力量，推翻我们这个立法局所做出来的决议，拒莱猪小英啊，都是小英决定的。莱猪总统，我喊莱猪总统，你们喊蔡英文。莱猪总统，莱猪总统，莱猪总统，谢谢莱猪总统蔡英文以及民进党的所有的委员，在这个平安夜送我们一个圣诞节最大的礼物，就是元月1号开始，让台湾所有的民众吃莱猪开放，不要一次开放那么多莱猪。第一个，对国内产业冲击也不会这么大；第二个，食安方面也比较能控制，不要一次吃那么多莱猪。我们帮他提案，何志伟，你到最后还投反对票，这是什么价值啊？你们自己提出来的价值，不敢提案，我们帮你提案，他还投反对票。这是谁的主意？他很为难啊。党意凌驾民意，何志伟是代表民意，他展现了一些民意的声音，但是他不敢发出声音。我们觉得很悲哀啊，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夜，即将要到来的1月1号的新年，我们竟然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大礼，会用我们的决心转化成公投，全民公投，2阶段联署，把50万联署书50天内完成，明年8月28号。用公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一票一票的力量，推翻我们这个立法局所做出来的决议。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好，你看，好，给大家看啊，莱猪立委都在这里了，莱猪总统、莱猪立委、莱猪政党民进党、莱猪总统蔡英文、莱猪立委，一个一个，我们可以帮他点名。拼公投了全民公投就食安。再来带您看到英国去留欧盟公投于2016年的6月23日举行后，由于过程中遭遇许多困难，导致英国直到今年的1月31日才正式退出欧盟。后续又经过为期近1年的过渡时期与谈判，眼看期限将至，英国首相强生于日前宣布与欧盟达成脱欧贸易协议，将自明年1月1日起生效。At the end of this extraordinary year,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Christmas, because I've never known a Christmas like it, not in my lifetime, and I bet not in yours either. And in most years, it's a moment for togetherness and celebration in which the generations are jumbled together in the same household for days on end, pulling crackers, snogging under the mistletoe, you name it. And yet this year, that is the one type of Christmas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have. And it grieves me because I think everyone hoped and prayed, I certainly did, that things could be, if not normal, then as normal as possible for as many families as possible. And by the way, tonight, on Christmas Eve, I have a small present for anyone who may b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read in that sleepy post-Christmas lunch moment. And here it is. Tidings, glad tidings
of great joy because this is a deal to give certainty to business and travellers and all investors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1st of January, a deal with 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in the EU. You remember the oven-ready deal by which we came out on January the 31st? That oven-ready deal was just the start of this is the feast, full of fish, by the way. And I believe it will be the basis of a happy and successful and stable partnership with our friends in the EU for years to come. So that's it. That's the good news from Brussels. Now for the sprouts, and a happy Christmas to you all. 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日前传出接任中执会，而中执5队代表于上周前往拜会。会后，蔡其昌受访表示，双边在会谈后确认了想法，才让他决定接任新会长，并提出了3点期许。一起听听他怎么说。意见，那我主要是听听这5个球团为什么我何德何能？为什么大家有一致的共识要来邀请我担任会长？那我先听听大家期待我当会长之后，到底能为棒球运动、为棒球界能够服务、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刚刚第一个我们在交流的主题。那第2个主题，我也希望说，我过去长期关心职棒，大家也知道我喜欢看球，我以前也是一个很热血的球迷。那我站在我过去投入这个棒球运动，以及做一个球迷的角度，我也提出了我对这个联盟的一些看法，那一些想法，然后也跟5位领队一起来交换意见。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我的想法他们都觉得愿意支持，那我才有出任会长的可能嘛。那也很高兴5个球团都一致表示对于我的一些想法跟见解，他们都很支持，所以刚刚就这样子。可以分享。对于这个我们的球团你是这个会长，那你已经做好决定要接下这个重责大任了？这个我也是今天刚刚就今天下午才知道这个讯息啊。那这个对我来讲，我其实是一个棒球迷嘛。那大家也知道，我长期对于基层棒球，特别男棒、女垒，我都很支持，也长期在推动，帮他们做软硬体的经费的争取、设施的改善。那职棒的会长跟这个角色不大一样啊，哈，因为职棒会长，我认为，这是一个荣誉啦，而且责任重大。因为职棒的会长，他要协调5个球团，还要办好比赛，照顾球员，还要服务广大的球迷。那对我来讲，以前联盟对我来讲就是我去买票而已嘛，哈，或者是跟他们沟通一些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做好其他准备。所以我谢谢这个5个球团对我的这个肯定啦，哈，我很感谢他们。我想他们有说要来正式来拜会我嘛，那我想说等到他们来了，我听听到底他们有什么期待，那我能够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政治工作做那么久，对我来讲，所有的位置都是来做事、来解决问题的。那到底这个会长要我来当，那希望我来帮忙协助解决什么问题，或者对我有什么期许？我想等他们来了，跟我见了面，详细了解，因为这里面很多领队我都还不认识的，所以我等他们来之后听听他们的想法，我再来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好了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太多话，其实我都觉得并不是恰当，因为还没跟他们见过面嘛，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我再来回应，我再来正式回应。会长预计什么时候会跟5个球团见面？他们应该约下礼拜，他们希望快一点，所以，应该今天礼拜5了嘛，然后过完6日，应该我想礼拜1、礼拜2应该就会跟我见面了。那您决定接不接的关键会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就5个球团，因为这是5个球团的决定嘛，因为本来就他们决定谁就谁。那我很谢谢他们对我的肯定跟支持。但我讲过，这个其实责任重大，大家如果对棒球了解的话，
球员对联盟有很多的指正。那球迷呢如果当过球迷的人就知道这个动不动这个动不动联盟就会被球迷干掉那5个球团大家知道比赛要好看都需要5个球团来一起配合，所以也要协调5个球团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容易做不容易做。那所以我的逻辑就是听完到底这个事情是我斗者嘛我当然很愿意为棒球来服务啦我的想法应该不需要再多说罪，就不当会长我也是很努力在为棒球努力嘛。那当会长角色又不一样了，责任更重大，所以我先听看看他们那么推举他们期待我做哪些事情。我觉得位置就是要来解决问题的嘛，到底现在职棒运动或者是我们的棒球运动有什么我还可以由我来担可以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等这5位领队来跟我见面，或者他们的代表来跟我见面之后，我再来做一个正式的说法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时间点有一点赶，因为会议的内容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结论，这个还是等一下好了。艺人吴珊如日前出席吐司产品记者会，由于她的二妹 Vivian 被朱立伦外甥 Wilson 求婚成功，她透露今年主妹婿会陪吴家人一起过圣诞节，而她自己与 CEO 男友稳定交往4年，松口透露了婚事5年内有可能。这么忙的话，有办法过耶诞节吗？有，明天会跟妈妈一起过，然后我们要跟妈妈玩交换礼物，压力好大。跟妈妈玩交换礼物，然后他还指定，他跟我说，我就是要实用的东西。就钱啊。对啊，但是他自己规定1000块以下，只能说我妈真懂事。然后我就不知道，没有，因为他们最近在录完很大的特别节目，但现在还不能说是什么。对，他们在录特别节目，所以蛮好笑，他们连录很多天，然后第1天就让我整个惊慌失措。你们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你有去？不干我的事，但我有听到一些很荒谬的内容。对，但这几天他们都在拍。所以是妈妈跟4个小孩玩。对，4个小孩。对。所以对，如果硬要，你有这个案例吗？就是还是今年才有？今年，然后但今年多了1个人。男友吗？妹婿。男友不加入吗？就妹婿而已。随便来，不然一起来玩嘛。准啊，对，准，还没，对。但我就很期待，我想说，哇塞，他一定很紧张，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出来。而且你想他还要讨好，就是什么丈母娘，丈母娘，然后随便啦，反正对，然后还有姐姐，然后还有妹妹，弟弟，哇，这压力多。而且要1000块以内，你要怎么办？易放券。我就在想啊，我就是一直在想要不要闹他，但人家初来乍到，我在那边欺负他好像第一次去。那你的朋友没有参加过，所以他还没有到够资格可以。今年我会带另外一个女生朋友来玩，对，蛮无聊的，好玩，我会跟你们说。但是你们2个会互送礼物吗？你说我跟我的好姐妹吗？不是男友。我跟我的小组们昨天才已经交换完礼物了，对，但是我没有特别准备什么，就是卡片而已，很无聊。我就真的是一个，你看你们回去找资料，我就一直说我最重视的东西是卡片，但我就是很喜欢拿卡片、收卡片跟给卡片，对啊。你有想过吗？类似的？我只记得之前赵又廷结婚的时候，我爸说他包了60万的红包给他，我说那我结婚的时候你可以包60万给我吗？然后他就说，这个赔钱货怎么样？那你婚礼难不成是那个爸爸不用出钱吗？我就说你要出钱，真的假的？好，那60万就免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就随便去公证一下就好，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花钱，但他好像比较疼妹妹这件事情。从小就很偏心。
他就是最疼老幺嘛，不老三嘛，然后再来是疼那个大妹嘛，然后才轮到我这边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立法就是不需要他担心，而且他平常都跟你一起工作，很腻是不是？我才腻。你今年30，对，他有没有想说很快3-5年内？5年内应该有可能吧，3年，我觉得好像还不会吧，香港影视大亨向华强日前向内政部移民署以依亲居留的方式申请移民来台，但其家族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向华强的儿子向佐还是爱国统战组织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委员，引发了外界关注，生怕港人移民来台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对此，陆委会也做出了说明，带您一起了解。目前他们有向移民署提出依亲居留的申请，目前正由移民署主管机关在作业当中。那有关香港居民申请来台居留定居，那么主管机关都会依照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相关规定予以审核。如果是依亲居留申请，我想相关的这个联审的单位应该会本于前者来进行必要的这个审核。不过您刚刚提到我们曾经也将许可办法第22条、第30条做了一些修正。就是它入境如果是曾经担任党政军在人流的这个审核方面，我们是采取联审会的他日前提出商务履约的需求，那我们也是依照这个精神来加以审视，然后同意他来台进行商务履约，那么为期3个月，表达我方尊重及支持国际社会称港的作为，也愿意跟国际社会携手力挺港人，相挺民主。那么，就如同您说的我们也会来不断的精进我们人道救援机制，强化安全管理其中包括要强化辨识跟查核相关人士的背景，以避免遭到渗透而危及国家安全以及人道援助机制。台商在大陆投资的这些企业里面，那因为照大陆的规定，我们看到他们公司法还有一个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这些规定是有提到说，必须在企业里面要去设置一个所谓的党的组织，而且要为他们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那当然这个这样的规定设立之后，其实不只是对于台商，对于其他国际其他外商也是有一些疑虑，因为这个的确是会涉及说干预我们企业的自主权，也破坏了公司的治理，伤害整个所谓的自由经济运作这样那这样的规定，我想我们是觉得并不妥，但是我们也有去了解，那目前是没有立即的一个危害，但是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会密切来关注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国人在里面担任所谓成为中共共产党的党员这件事情，那依照我们两岸条例33条的规定，我们国人是不可以担任党政军的职务或者是他的成员，所以如果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话，这是与法律规定是不符的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是只要有查到相关的事证，我们一定会依法来做办理。那当然也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的这个国人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规定，小心不要触法。
那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看到王委员有提了一个这个法案啊，那这个法案，我想它最主要就是担心说这个红色势力的这个渗透哈，所以这样的法案其实我们是尊重立法院的提案。那未来因为这个法案它涉及到很多单位的一个权责，那到时候我想我们在立法院整个审查过程当中，我们会配合立法院，然后跟相关单位来做研议，适时的提出一些说明。今年的金钟视帝姚纯耀演过许多作品，包含《镜子森林》、《奇迹的女儿》、《我的自由年代》，还有受瞩目的国片《亲爱的房客》。而他在最新作品影集《返校》中饰演沈华老师，坦言一开始看到剧本就被这角色的多面向所吸引。一起来看看他的专访。就他不会当面的称赞你，但你一定会在任何时候都会听到，就是其实正导一直在旁边就是支持你。怎么才16、17岁，是最不应该被定刑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爱过一个人？去爱一个人，去感受那些快乐和痛。可能问我怎么做功课的吧？对啊，那就当然也会跟他们讲，可是我觉得好像，我觉得表演好像很难跟他们讲说我是就是怎么样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还在摸索。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跟他分享说，之前拍戏的经验啊，或是怎么样。这次跟新演员合作，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厉害。像我觉得冠志啊，真的是我觉得他很有天分，然后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容易就把他的直觉性的东西带到这个角色。那天我们在金马试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观众会很容易被他自然的那种演技，就是会去喜欢他。我觉得他很有一种这个魅力，因为戏里面这阿亮的角色就是外表看起来坏坏像坏学生，但他其实内心很温暖。我觉得也很像冠志他本人的特色。然后跟林伟的话，我觉得因为他很专注在这个角色，就是看得出来，你知道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功课。所以在现场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他周围他自己有一个中心圆，就是会散发一个气场，让你知道他其实这时候他很专心。那有时候会觉得，那就不要去打扰他。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适合，就是包括自己的个性，就是很安静。其实遇到人有时候。真的都会常据点，或是有一个尴尬、比较低潮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对啊，那我该怎么办？就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第二专场，那第二专场到底要去找什么？那时候就有想说，可以去摆地摊，因为曾经演过摆地摊卖眼镜，就是想说，那也许可以这样，对啊，但就会觉得，其实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工作，你要熬出头，我觉得都是很困难的。就是摆地摊卖眼镜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你确定你做那会有钱吗？你确定你真的很适合做那个工作吗？那如果你对戏剧还是有热情，还是有兴趣，那还是把你擅长的事情做好。我觉得对我很重要，真的是就是跟郑文堂导演那个《奇迹的女儿》里面演一个小五，他就演一个课长，离开主持之后接到第一个戏剧的角色。所以大概半年、1年没有工作的时候，你接到那个，我真的就是会想要把每一场就是传达好，然后会想要很想要演好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在你没有人找你演戏的时候，你真的会怀疑自己，就是真的要这样继续当演员吗？可是你拿到这角色的时候，你又可以觉得哇，这是表演的世界，真的会让你觉得太舒服了，你就会觉得那我还是要继续这样下去。郑导，因为可能我平常话也比较少，跟他就是平常话也不多，可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在没有我的场合听到郑导在称赞我，或者说听到别人说，那天郑导说你是很棒的、很好的演员，或者他常会在 Facebook 上面 po， 觉得姚纯耀很好，大家找他演戏，就他不会当面的称赞你，但你一定会在任何时候都会听到，就是其实郑导一直在旁边就是支持你。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这样子的关系。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